粉絲群有兄弟推薦呢出電影，話好睇過四仔。你咁講又好似你啱喎，起碼冇格仔。煙鏟係個業餘拳手，打拳揾嘅錢買鹽都唔鹹，要生存就要銀紙，喺邊都係一閪樣。條閪佬幫黑社會收數揾兩餐，佢冇學人哋喐手喐腳，靠把口兇柒個債仔就乖乖俾錢。點知俾老細屌到閪咁，講好打斷債仔隻手指，俾人知道佢仲有閪面啊！佢唔希望有下一次。條閪佬翻到拳館，估唔到個櫃都俾人霸閪咗。問白頭佬點撚解，佢話反正你都唔柒玩啦，不如俾個新拳手用。白頭佬仲屌柒佢係條廢柴，冇乜心情去酒吧飲兩杯，撞到老友記朱玉榮，條撚友叫兄弟溝自己個妹，唔係唔想溝就閪婆粒聲唔出，約佢去街又唔去，點搞啫？聽日係感恩節，朱玉榮請煙鏟過嚟食飯，啱好睇電視見到拳王阿波羅搞咗個200週年拳賽，串到閪咁話打到對方阿媽都唔認得。阿波羅係世界冠軍，全靠自己努力得翻嚟，諗到自己成條廢柴咁，閪心情都冇晒。不過又唔使咁灰心，阿波羅個對手受咗傷，比賽要延期，延你隻閪，佢抌咗100萬做宣傳，使咗個錢點啊？佢班老細點啊？冇計喎大哥，其他拳手一係就唔得閒，一係就有比賽，其實係冇人想同佢打。阿波羅諗到計，搵個2打6上場，報酬有15萬美金，揀咗一堆抄到煙鏟條閪佬，就佢啦，3個回合 KO 佢。感恩節當晚，朱玉榮請兄弟食火雞。朵蓮娜唔知道有客人好閪怕醜，大佬叫佢同煙鏟去街，佢鵪鶉得閪咁匿喺間房，傾唔掂又話烤箱烤緊火雞，死朱玉榮為咗個妹脫單，成隻火雞掟出街。依家得閒啦，朵蓮娜又匿入房，朱玉榮叫兄弟同佢傾下偈，傾閪咩？叫佢收數就叻啫，氹女真係難到佢。可能朵蓮娜都想拍拖，3催4請佢出嚟啦，不過一啲笑容都冇，有冇咁閪難溝啊？臨出門口，朱玉榮叫佢玩得開心啲，今晚唔翻屋企都得。咁好嘅大舅去邊揾？兩個去咗溜冰，不過老細趕住過節已經收檔。煙鏟使咗10蚊雞買咗10分鐘，條閪佬唔玩，淨係陪條女。個含鳩老細喺隔籬吹閪住晒，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。好快就翻到煙鏟屋企，條閪佬請佢入屋坐下，應承我千祈咪入去，話都唔聽，結果咪俾人扮咗棍咯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第日線機就同煙鏟講，阿波羅想同佢比賽，同世界冠軍打，就算輸咗都有 face， 老閪都去啦。採訪嗰陣，煙鏟大聲講朵蓮娜我愛你，條女開心到閪咁，扮咗一棍係唔同啲。依家冚世界都知道煙鏟要比賽，老細好閪識做，俾咗5嚿水支持佢，白頭佬都揾上門。煙鏟需要個經紀人，佢有50年經驗，乜閪大風大浪都見過，跟住就講佢啲威水史。煙鏟根本唔想聽佢鳩噏，10年前要佢幫手佢冇幫，依家講呢啲咁閪嘢，即係點？白頭佬今年76歲啦，已經聞棺材香，佢唔想有遺憾。煙鏟屌都唔屌佢，收皮啦。不過條閪佬都係追出去，叫老坑教佢。第二朝4點鐘就起身，打咗5隻雞春就咁飲晒，跟住就出去跑步。個天先啱蒙蒙光，自律嘅人就係咁犀利。跟住去咗朱玉榮個冷庫，條閪佬唔想喺度撈，叫煙鏟幫下手，喺度咪幾好，餐餐有豬肉食，好閪又凍又臭。煙鏟居然攞隻豬連拳，翻到屋企朵蓮娜肉赤到閪咁，失驚無神想嘴佢，煙鏟唔屌。訓練期間要保持體力，白頭佬講到做到，將佢識嘅嘢冚唪唥教俾煙鏟。呢個時候有粉絲過嚟想簽名，俾老坑趕走。佢仲話呢排咪掂女人，咪搞到腳軟有閪力比賽啊！跟住落嚟除咗訓練仲係訓練。朱玉榮自把自為叫咗記者採訪煙鏟，順便宣傳下冷庫，但係佢一句都冇提。朱玉榮飲到啤啤呼，屌柒兄弟依家巴閉啦，想佢帶挈下都唔得，連個妹都蝕閪埋俾佢。朱玉榮唔想再見到佢兩個，第二朝走醒咗又揾煙鏟傾，想借佢個名打廣告執翻多少。呢次煙鏟冇托手踭，之後條閪佬更加勤力訓練，朵蓮娜亦搬咗去佢嗰度住。呢日煙鏟去比賽現場睇過，佢突然發覺冇可能打贏阿波羅，冇人試過同條閪佬打完全場。不過既然接咗比賽，點都要打埋佢。如果佢打完仲企喺度，就證明自己唔係廢柴。眨下眼到咗比賽嗰日，煙鏟冇乜信心，朵蓮娜甚至冇勇氣睇比賽，匿喺休息室等。朱玉榮喺件戰袍印咗廣告，有3000銀執下。煙鏟第一個出場，好閪多老友記嚟捧場。有人唔睇好佢，以前嘅戰績贏咗44場，38場擊倒，有20場輸咗，懷疑佢頂唔頂到3個回合。輪到阿波羅出場就巴閪閉咯，一邊行一邊掟銀仔，上咗擂台仲口水花噴噴，好似贏緊咁。主辦方請咗以前嘅拳王嚟贈下興。好啦，咪咁多聲氣，嗱臨開始啦。比賽規矩唔准打春袋，跟住馬上比
比賽，一開始兩個互相試探，煙鏟揾到機會中咗佢一拳，酒吧賓老友開心到閪咁。呢次係拳王第一次被擊倒，阿波羅企起身再打過，輪到煙鏟瀨嘢啦，打到個人暈陀陀，唞下先。白頭佬話中佢掩仔，第二回合打到佢閪咁，朵蓮娜忍唔住都係出嚟睇下，見到條佬攣低好閪肉赤，煙鏟又揾到食，阿波羅條頸骨中咗一拳，閪晒斷咗，煙鏟都唔好得幾多，對眼腫晒睇唔到嘢，叫佢哋割開眼皮。阿波羅仲陰公內出血，佢唔屌啦，想停止比賽，但係教練唔制，兩個又重新打過。呢次煙鏟中到佢閪咁，兩個攬埋一嚿，15個回合打完啦，明顯煙鏟贏咗。佢大聲嗌朵蓮娜個名，點知裁判計點數8-7，阿波羅贏咗。屌你啦，有拳迷要求重新打過，要打你自己打，煙鏟唔屌啦，攰到閪咁，佢已經證明自己唔係廢柴。